大家好，我是克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么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生平传记。承诺这本承诺呢，其实是克家媒体出版社所出版的。原文英文版至今已经到了第4版。那第4版呢，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其实是中英双语的。那我们在这里介绍的这个呢是特别版第2版，那是纯中文版。那到了今天，我们这里分享的已经是这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这个最后章节比较长一些，是第5章。那讲的是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经历，创造传奇。那仁波切从1992年开始就前来马来西亚，就是中间有些时候有回去，但是陆陆续续的，那后来就完全在这里定居了。1992年至今。那我们之前分享过仁波切在马来西亚的从开始，就是举目无亲，没有，就是身边没有任何亲友啊，没有任何朋友，也没有什么帮助的情况下，而且语言不是问题，就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他在这里就是一手一脚一个人把这个佛教中心创立起来，当然中间经过很多挫折，也曾经创建过好几个佛教中心，但是都不成功。有一些已经好了，就是他将他们献给自己的上师。那真正最后定下来这个呢是克西佛教中心。那我们就在这里后来就主要介绍仁波切在创建克家佛教中心过后的种种活动。到今天呢，那这些都是仁波切创建的克家佛教中心的不同的部门，包括就是艺术部门呢，包括素食料理了，那包括像祭厨了。那这次上一期介绍的就是仁波切对于帮助动物是不遗余力的，就是凡是有可能的情况下，他都会尽量给动物食物啦，包括帮助他们的医疗啦。在克家禅修林呢，也有自己的鸟舍，专门去就是仁波切会去收养那些，就是当他看到一些受伤的禽鸟，或者在一些就是售卖禽鸟的店里，有一些鸟已经长期被忽略的，或者是可能有病的，那仁波切有时候把它领养回来，就放在这个收养在我们的鸟舍里，再给他们很好的治疗啊，让他们有一个好的环境继续生存。那接下去呢，来到这一个重点，这个是克切拉禅修林。克切拉禅修林是这几年就是最主要的一个计划。克切拉禅修林是仁波切，就是他怎么说呢？一直想要，就是从仁波切其实打从他开始创建克切拉佛教中心过后不久，其实他就一直希望在马来西亚创建有一个能够怎么说呢，能让大家能够去好好去学习啊、修行啊、禅定的一个地方。那终于最终找到了这个克家禅修林这块地。那我们在这里给大家念一念这个内容。那图片中呢，大家可以看到了这个左边这张图就是256页这张图。那这张图呢是文殊山上的一个风景，这是最初建立时的一个风景。那目前这个地方呢已经成了文殊就是文殊舍，就是给客人居住的地方。那仁波切下张图呢，下面仁波切站着的这一个呢是这是克切拉禅修林门前的这个标志。从小我就想打造一个让人们与大自然和地球能够融为一体的地方，一个给人疗愈、排毒、静思、放松及闭关的地方，一个以发掘自我及潜在能力，不以宗教为基础的国际禅修中心，一个以自给自足为模式来实现绿色生活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克切拉禅修林。禅修林会是鼓励人们在各自社群中
实践相同理念的地方。那这就是简单的，就是这一段呢就已经总结了仁波切对克切拉禅修灵自小的一个愿望。仁波切喜欢大自然，他希望能够弘扬佛法，他希望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能够离开城市，能够好好的修行，让人能够疗愈。那我们如果记得的话，如果仁波切从小他也常常去那个火鸡沼泽林啊，自己去禅修啊，去念诵观音心咒，那这是他从小都希望达到的。所以仁波切如果大家看了这么久仁波切的生平，大家应该都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这样子的印象。那仁波切他总是把他自己所想要的东西很努力的去经营和打造出来，呈现给大家。所以克切拉禅修林呢，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地方，那是仁波切本身的心愿。那他很努力的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地方，贡献给大家。那这个地方呢，他希望其实是就是不分宗教的，虽然是以佛教为基础，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太过主张宗教的分派的一个国际禅修中心，能够自给自足的。那总的来说呢，仁波切希望这个地方是能够融入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不分你我，不分没有明显的一个分界的一个地方。那这是仁波切的一个理想。那我们再看一下右边这张图，其实这两张图其实256和257页，这个其实是综合的一个很大的一张图。那从左边一直穿到右边呢，257页呢，这个是文殊山下，沿着文殊山下走过去呢，大家会看到中间有一条路，那一条路是那就是从克切拉禅修林门外大门进来的主要大路。那往就是再根据图片往左走呢，就是到文殊山。那往右去的话呢，那就是到杜嘎公寓以及主要杜嘎公寓和智慧殿，就是主要的佛殿。那这是克切拉禅修林的第一阶段的一个建设。那我们再继续给大家念右边的这一些内容。克切拉的每个部门，无论以什么形式呈现，其共同目标皆旨在创造一个由觉醒的个体组成的社区。克切拉禅修林是一个与大自然结合的灵修中心，让人们透过闭关学习、体验觉知生活，达到平衡的身心意的发展。因此，没有任何地方比克切拉禅修林更适合用来体现这个目标。仁波切创建禅修林的目的是希望来到禅修林的人都能体验那种持续发展的灵修生活方式，让身心常处于有活力和动力的状态。克切拉禅修林除了提供能增进家人和朋友关系的活动，还是一个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宁静之处。这里也是感受自己和找寻灵感的最佳去处。这是仁波切回馈马来西亚社会和全球社群的方式，预计在克切拉禅修林举办适合各个年龄的课程，逐渐为群众灌注诸如忍耐、宽容、正念和慈悲等普世价值。仁波切最希望的是，所有来过禅修林的人皆能受到启发，并且在各自的社区分享所学，进而推动全球性开放觉知和慈悲能力的趋势。那克切拉呢，仁波切其实创建每一个部门虽然看起来就是每一个部门的活动都很差别，都很大，都有很大的差异。比如说搞艺术的啦，搞出版的啦，搞摄影的啦，或者是就是售卖推广文物的啦，看起来都非常的不一样。但其实呢，不管是什么形式都好，它所有的目的呢，其实都在创造一个觉醒的个体共同组成的一个社区。所以它所强调的，其实在每一个部门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主轴。
那其实就是要强调宽容，强调和谐，强调觉醒和觉知。那客家禅修灵呢，它更是一个就是充分的体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因为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社区呢，是由一群就是真正有心要这么做的仁波切的弟子，那从城市来到这个地方居住下来，那就以一种觉知这种方式的生活，那而且呢，这里最更重要的是这里是远离城市，它跟大自然相结合，所以这个地方主要是让人们能够透过闭关学习去体验一种觉知。虽然仁波切创建这个禅修灵的目的，当然不是给自己的，就是不只是说给自己的弟子，他最重要的目的，希望是把这样子的一种精神，这样子的一种态度，逐渐的从弟子身上逐渐推广到就是本区域，甚至是全世界，希望把这样子的理念呢推广出去。那希望在其他国家有人可能也得到同样的启发，也创建自己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觉知的一个中心。那这一个地方，它当然它举办的活动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有些很多志愿活动，就将来还会有更多，包括一些绿色环保啊，包括就是有些时候一些节庆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就甚至简单是清理佛像之类这样子的一些活动呢，那都是一种全家人可以进行的。当然有些时候还有一些太极班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能促进家人关系的，让大家能够在就是周末或者是在假期的时候，大家全家人聚在一起，能够和谐共处，能够静下心来好好沟通的一个怎么讲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计划，这样子的节目，也是一个让自己能够得到心灵沉淀的一个地方。那仁波切之所以这么做呢，他这么努力的去筹钱啊，这么努力的去创办这个禅修灵，当然仁波切是常常说起来说，这是他常常说马来西亚给了他很多，就是从最初92年啊捐款到现在，那其实虽然那只是区了几万块钱，那仁波切一直感恩至今，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几十年的时间都耗在马来西亚，在这里推广佛法，在这里建客家团体，在这里创建客家团体的各个部门，到现在的客家禅修灵，他的目的呢，就是要回馈马来西亚社会，希望能够把这种宽容啊、忍耐啊、正念和慈悲的一种价值推广到给马来西亚的群众，甚至是全世界。所以这是客家禅修灵。那我们看一下右下角，那右下角呢，这个是客家禅修灵最初在建立的时候，仁波切跟他的左边那个是他的仁波切的拉章的主要弟子，也就是建禅修灵的一个主要人物，还有右边的这个主要的功德主拿督陈永巴。好的，那我们看看下一页。那下一页呢，这是禅修灵里面，这是智慧殿的仁波切的会客室内的一个风景。左边这个呢，这个是神域的一个怎么说？这是神域的一个造型，这是在智慧殿的仁波切会客室里的。那上面写着是特别的多杰雄灯神玉像，此像供奉在仁波切位于智慧殿的会客室中。那这个栩栩如生的这个神玉像呢，是特别定制的。仁波切说，神玉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至关重大的角色，因为他们是我与我的佛教护法神多杰雄灯沟通的媒介，因此我特别造了全世界第一尊多杰雄灯神玉降神像。对，这里他特别讲的是，这是降神时候的一个样子。那神域降神的时候都是穿上特别的一个服饰，那每一个神域在降界不同的护法或者是神灵，是证悟者，
在降他们不同的护法，接受不同护法降神的时候，神谕的衣着也都会不一样。那尤其在帽子是特别明显，他帽子和他手中所携带的法器是特别不一样的。我们可以从这里来分辨出这个神谕究竟是在接受哪一个神，就是哪一个本尊的一个降神。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那右边这张图，这个是智慧殿里供奉了世界最大尊的多节熊灯像。那值得一提的是，克谢拉禅修林内的智慧殿里供奉了一尊全世界最大的多节熊灯像。那个多节熊灯像呢，是高达24尺，那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多节熊灯像。好的。那我们到下一章。那大家看到这个260页和261页，这两页呢是就是联合在一起来看的。那上方这个是智慧殿，智慧殿前面呢，有一尊10兆的宗喀巴大师像。这个10兆的宗喀巴大师像，那在左下方那个就是宗喀巴大师像那个的就是正面的一个拍摄。那这是夜间拍摄的图片，那时候就是宗喀巴大师像周围呢都供了很多灯，那些都是一盏一盏的蜡烛。这通常是有信徒当他们想要做一些灯光供养，或者是有人就是有人去世的时候，就是做的回向，或者是有人特别有些祈求一些心愿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大节庆的时候，大家许愿就点的这个灯。那克切拉目前呢，可以供灯的地方有很多处，其实在很多户外的佛像旁边呢，都有特别给就是信徒们供灯的地方。那仁波切总是鼓励人家做更多的烛光的供养，因为灯供其实是能够生长智慧的。那260页的下方呢，这是智慧殿内部。智慧殿内部希望大家看得清楚。智慧殿内部其实这是在其中一场多节熊灯法会的时候拍摄的没错的话，或者是可能是一个聚会的时候，不是，这是一场法会。而智慧殿呢，供了中间有一尊是13尺高的释迦牟尼佛像，那后方那个是24尺高的多节熊灯像。到261页呢，最右边呢可以看到的是中间法座上坐着的是神谕，这是神谕正在降神时的一个的拍摄下来的一个画面。那261页的左下方，也就是我们看这其实中间那一部分，那是尊敬的第7任庞龙神谕，在2015年在智慧殿主持长达3天的聚宝香加持法会。那第7任庞龙神谕曾经就是在马来西亚举办了长达连续3天的聚宝香加持法会。那这聚宝香呢，就目前就在智慧殿里。263页。那这里呢，这个左边这张图，这是仁波切，这是智慧殿的仁波切的会客室里的图片。仁波切当时坐在那里，这是仁波切会见客人的地方。而右边呢，这是另一个大师到智慧殿就是举办法会时拍摄的。这个是2017年夏甘丹寺前任住持尊贵的堪树仁波切洛桑潘德，他前来克切拉禅修林。他当时在这里逗留期间呢，举办了一系列的法会，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法会的一个场景。
说到客家的禅修林，其实可能有些人可能听说过，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其实客家禅修林呢，它最初刚开始发展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那仁波切，我们说过仁波切就是向来都很想就打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绿色的地方，跟就是可以供大家禅修啊，就是静心的一个地方。那是2013年的故事，那时候仁波切大概2013年所以仁波切跟一群弟子呢就开了一场会议，他们终于决定就是想要找一个这样子的地方，确定了。那他们就在马来西亚彭亨州文东的一个叫贤猛的一个地方呢，找到了一块35英亩的土地。那个地方距离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的车程。就弟子找到这块地方之后呢，其实是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其实当时他在当那个主要弟子呢，曹明光，他在找寻这块地之后，他在向仁波切，就是第一次带仁波切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一天呢，原本晴朗的天，刚好仁波切在外面，就是在抵达那块土地的前方的时候，突然间呢，就天空原本是晴朗的天，就突然下起很绵绵的一些细雨。那其实在西藏佛教来说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怎么讲？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那仁波切其实，因为当时仁波切其实有祈愿，向多吉雄人祈愿说，如果这个是正确的地方的话，就给一个怎么讲？就给一个指示。当时他一讲完了，那天空就立刻下起很绵的一些细雨，几乎是感觉不到的那种，就是你感觉到其实，但是却又不是明显的那种细雨，那一下子就停了。所以这一般上呢，指的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的意思。那找了看到这块土地之后呢，他们就接下去呢，就仁波切跟弟子就开始着手进行这些各种各样的一个文件的相关工作，购买土地的相关工作。那就在这段期间，仁波切突然间收到了一个来自蒙古的一个僧人的一个明信片。那个蒙古僧人其实跟仁波切是完全不认识的。那这个蒙古僧人他这个明信片呢，他是祝仁波切生日新年快乐的一个明信片。那个明信片里呢，就是有就是图片上其实是一个会画出来的一个图像。那图像上呢就有一棵树，树下呢有一个僧人在坐着，那前方呢有一个山上，就是山下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建筑物。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明信片，仁波切收了就也不以为意，他只是收起来，因为毕竟他跟蒙古是蛮有关系的，他母亲本身是蒙古人。那但是在奇怪就是刚好1周之后，当仁波切在跟几个弟子前往去看那一块地的时候，进入那块土地的中间那个部分，那仁波切的弟子其中一个弟子呢，突然間就愣住了，他突然停了下来。他说：“这个地方其实跟仁波切所收到这张明信片是一模一样的。而且仁波切收到这张明信片，其实有展示给弟子看。那他当时就愣住了，他看到这个图像呢，不管是那个树的位置，那个山的位置，都跟目前眼前这块禅修林这块地是一模一样的。那其实仁波切看，就当时的反应是，怎么会这样子？那简直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表示，其实想起来呢，这表示这是多杰雄跟就显示的吉兆，那就表示这是一个正确的地方。所以仁波切说，他当时再没有任何怀疑。所以就这样子呢，就开始了禅修林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计划。那这是一个关于禅修林发展初期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分享。那这个故事其实，那我说的并不好，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在仁波切的博客上去找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叫做
来自蒙古的吉兆，仁波切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去看一看，有更详细的解释。而且还有那张明信片，除了有明信片呢，还有禅修林最早期那个就是一模一样的那个场景，包括那棵芒果树。那棵芒果树目前还在的，目前呢是在克夏禅修林杜嘎公寓的后方，目前还是在，就特别被照顾的一棵树。那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这里。那接下去我们会跟大家继续分享禅修林的其他地方。好，那一如既往，我们在结束之前呢，就跟大家一起做一个回向。如宝珍贵菩提心，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菩提愿，其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未生出者愿生出，已生出之空性宝，其不退转倍增长。愿此修于一切功德，利益所有众生，助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示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称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心灵安置是佛地。愿以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悉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意，其愿三会名称佛，教法永驻甚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护，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三位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情恒常住。好的，谢谢大家，我们这一期的分享到这里结束。